我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，这是移民署的统计。伫台湾的外籍移工所生的囡仔，有袂少一个出世都无国籍、无身份。为2007年的1月到2020年的7月，都增加941个人。这个囡仔无居留证，要读册、要健保，问题拢真大。 这个当咧甲老师佚佗的小朋友，看起来拢真活泼。因其实是私人移工所生落来的囡仔，因本地毋但无国籍，就连健保拢无。他们生下来之后，如果是在家生，就没有宝宝手册，就不能打疫苗，看病都要自费。 根据内政部移民署的统计，对2007年1月到2020年7月之间，接到通报的私人移工因生的囡仔有941个人。虽然已经有622个人甲伊的生母做伙转移原来国家，不过社福机关认为这毋是确实的人数。 其的雇佣契约里边，他会很清楚告诉你，雇中介就会说，如果你怀孕的话，你就要回家哦，你不能在这里工作了。知道很多的妈妈，她是在家自己生产，所以她也没有出来通报。如果经通报由我们移民署接受的之后，我们会先把他们安置在社政机构，我们会先依生母的国籍核发外侨居留证，他就会有健保，也能够就学。 移民署对2017年开始颁布相关的作业流程，若是发现这个无户口的囡仔，嘛会协助因走出的爸母办理收养甲出养，也是规划国籍，袂互这个囡仔搁再失去法律的保障。